其实台联的每年的参会我应该都有出席啦。没有，请不上。那今年比较晚来，是因为我正在打拼市长。那我知道好朋友在这里，大家共同聚在这里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应该不会太早离开。我真欢喜哈。其实我这摆参选市长，我有讲一个口号，就是台北市，伊的目标足简单，台北市应该变做台湾真正的国家的首都。国家的首都要做啥物代志？第一个就是讲，这个都市应该顶天立地、堂堂正正，就是台湾的首都。所以台湾过去转型正义，咱来拍拼的。过去咱有变做复兴基地，迄种其他的无应该存在，拢爱来改革。过来就是这市长的角色，市长的角色伫咱国家最困难的时阵，应该爱和全世界的首都做朋友、做交流。所以未来这个首都的市长足重要，足重要。伫中国多方入侵，台联全面抵抗的时候，不管我是民主进步党，不管咱在座有时代力量，不管咱所有台联的好朋友，咱其实是共同一家人，共同一家人来拍拼。为台湾的尊严、台湾的独立、台湾继续伫这片土地经营、拍拼、追求幸福，安尼的精神，共同来努力。唔知我咧讲，大家听讲对唔对？有。而且是大家感觉讲，那中国用会台31条件。那中国用较好的理顺，中国用较好的条件，大家就应该床头吵，床尾和，两岸一家亲。我想应该不是啦，所以我今仔真欢喜来参加咱台联的募款参会。老一点主席黄坤辉董事长，咱的足侪好朋友。其实拢长期咱台湾拍拼的路上，共同是并肩作战，共同是行到底。所以我认为，这摆台北市长的选举也好，未来台湾的所有政治行动也好，其实得到台湾派，我拄仔讲的迄个大家族的支持。这个大家族共同的价值、理想甲目标。当来拍拼实现，才是真正会当代表咱台湾人来参选任何公职，或者是首都市长的候选人，大家讲对唔对？对。所以我伫遮甲大家甲台联恭喜，嘛甲所有好朋友祝福。咱台湾有足个代志真困难，咱爱伫个无共款的党派。无共款的职务，无共款的责任，无共款的所在，共同拍拼。就亲像咱今仔的人客，不管伊伫维吾尔，不管伊伫香港，不管伊听有啊听无，咱共同来努力。感谢大家，谢谢，多谢大家，谢谢。